在新加坡，因为人口济，大的需求嘛大大增加。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最近新加坡的政府是拍拼咧起公共主体。不过为着要起厝，却是按算要甲森林撤掉。23公顷的马祖森林有2/3的面积，按算要摕来起公共主体。居民是强烈反弹，伫厝顶礼拜差不多有2000个民众去行路抗议。因那即届抗议嘛，互新加坡政府考虑要调整起公共主体方案。面积干那744平方公里，甲纽约市相当的新加坡，甲香港、伦敦等人口正密的都市共款，面临大需求一直暴增的难题。今年7月，新加坡政府宣布，拍算开发伫西部占地23公顷的次森林、马祖森林2/3面积，用来起公共住处。不过方案公布了后，马上引起反对声音。差不多2000个民众行起行路，呼吁政府唔当消耗无法度摕回来土地。And we are taught to love nature and appreciate gardens. So there's a cognitive dissonance here when deforestation happens. We don't want this to keep going on. If it keeps going on this rate, then we'll have no forest left in a couple of decades. 次森林是北被错过或者是开发，后来又重新发出来森林。马祖森林上早是树林园甲果子园，到1960年代才写做马来亚铁路经过所在。90年代铁路兴奋落车了后，甲隔壁的金文泰森林重新发作爬行的所在。新加坡政府要发布研究报告，将有113种动物，包含极度濒危的黄冠鹂甲大瓦拉里。不过早伫80年代，新加坡政府对已经将马祖森林大部分地区规划做主题用地，有超过49000人签署2份请愿书，呼吁政府改用高尔夫球场或者是体育馆改起老旧租厝的密度。We do face urban heat island, right, whereby the city as a whole is hotter and cools down slower in the night. 负责伫第一线甲民众沟通的国家发展部官员也承诺，会做出调整，保留比原本计划更加侪绿地，不过无透露具体细节。Now, in the current plan, we've already set aside some greenery and forested areas. But the current plan was never final. 到去年6月为止，新加坡人口已经达到创纪录的611万人，按算至2030年人口会进一步暴增到650万到690万人。自1967年建国以来，新加坡就一直将家己定位是花园都市，即马欠悬的土地开发需求，甲保留都市绿洲的名义。安怎兼顾，也正做新加坡政府即马面临的难题。公司新闻，洪如梅报道。